有工程師表示，光刻機對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有好大幫助。中國成功投產，意味突破技術關口。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，本港應該把握晶片機遇。光刻機裡面產生嘅呢啲高能量激光係製造晶片關鍵嘅一步。激光反射得越好，就可以製造更加精密嘅晶片，大大提高運算能力。如果我更精密嘅芯片咧，其實咧我時咧成套就計出嚟仲低咗好多嘅。咁你如果你戰爭嚟計咧，我其實個飛機飛嚟做完一個炸完你都未計完數，你想打我都未打到，咁我已經做完。所以呢個晶片嗰個精密度咧係極之重要嘅。而家歐洲生產嘅光刻機集合多國頂尖技術，包括德國嘅鏡頭同日本嘅化學元素等等。中國而家開始生產自主研發嘅光刻機，意味住國家已經突破技術關口。對 AI 嗰個幫助咧更大嘅，因為有咗我哋嘅重要嘅芯片之後咧，咁你就會促進到個AI 嗰個高度發展啦，咁就會促成到個經濟效益出嚟嘅喺後邊嘅。所以嗰個意義係非常之重大嘅，對將來經濟嗰個裨益咧係非常之大。咁喺最後尾一定係入民生可以受益嘅，不過咧佢係都要啲時間。有關注晶片發展嘅立法會議員認為，香港應該把握國家嘅晶片機遇。咁香港咧，我相信可以喺融資啦，喺光刻機嘅上下游嗰度，一啲初創企業可以發揮到一個融資作用。仲有，因為光刻機本身有好多嘅零部件嘅，即係過萬件。咁呢一啲零部件嘅生產商，其實都有好多人才啦、資金啦，同埋物流嘅需求。咁香港可以發揮係資金人力嘅作用啦。佢認為當局應該主動爭取更多相關嘅人才嚟香港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導。港府星期五開始將會接管新皇崗口岸大樓港方管轄區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話，正係全速同深圳方推進各項準備工作，準備妥當之後會決定開通日期。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星期五生效，到時港方人員將會進駐本港管轄區。市民都期待新大樓幾時開通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，同深圳方正係全速準備。我哋嘅目的係一致嘅，係盡早完成晒所有設施嘅裝置、運作嘅測試同埋演練，係可以令到早日可以係公開俾市民使用。我哋會盡快去做呢個工作咧，一有決定咧就會通知大家嘅。新皇崗口岸大樓繼續24小時通關，亦都係第一個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，通關時間縮短至只係得5分鐘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就相信，新皇崗大樓開通之後，內地旅客即日來回更加係趨勢。對於本港上半年訪港旅客超過2600萬人次，按年升1成3。羅淑佩話：本港盛事連連，下個星期就舉行香港足球盛會，期望繼續帶動本港經濟。對於個球賽能夠帶動我哋嘅消費市道咧，係有好大信心。揸住呢3場波嘅門票咧，大家去到100間嘅食肆咧，可以有95折嘅優惠，係真金白銀嘅一個優惠咧。我亦都覺得咧係會有一個聯乘嘅效應。佢又話：本港多項文化體驗，包括博物館展覽、傳統節慶活動，都能夠吸引旅客留港。無線電視記者蕭亞文報道。